哦，那占用记忆体5.29G，这一台，常常有人用 LINE 线上上课，还有把档案传到 LINE Keep、LINE 的记事本，影音图文连接，那影片的存3个月90天，其他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3个月90天，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那个占用记忆体最大的呢？LINE 5.29G 占用最多，再来可能就是那个抖音了，然后才是脸书还是那个 YouTube 的。你看抖音3.38G，把它删掉，然后再有需要再重新下载。像下载要小心，会不会那个1个月以后要收钱？要注意啊，小心扣款的问题。竟然用到这么多种程式，占用这么多记忆体，占用到不好工作了，常常显示什么程式没有办法使用。智慧镜头还可以搜寻相关的，照了相，然后那个影片的主题，相片的主题，给他一个标题以后，他就会找到那个相关的很多资料。智慧镜头。也有收音机，调频收音机里面，也有录音机，录成声音档，也有萤幕录影、萤幕截图、萤幕照相的。有这么多种程式啊，也不能随便乱删。CapCut 是剪映的，你看它显示这个没有办法工作，什么空间不足啊？可能我们可以删了，看看它怎么删。清除资料。原来可以这样清除暂存呢，可以这样清除暂存。对对对。
按下去就可以处理了。怎么还是显示那么多mega啊？你看 Facebook 了，按下去1.21G，来清除资料，按清除资料，清除暂存，清除暂存，按确定，清除暂存。再重新操作一次，还是1.21G，按清除资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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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看到吗？清除资料的位置最右下角，按下去，清除应用程式暂存，清除应用程式的暂存。有没有变比较小了？还是好像没有什么差呢？试试看 Google Play Service， 按下去，清除全部资料了，清除暂存了才能够用了。清除全部资料就等于，移除了嘛？移除程式了。Messenger 有没有看到？脸书的那个 Messenger 通讯呢？按下去，清除资料，按清除暂存，清除暂存，确定。清除全部资料会怎样？就删除这个应用程式所有资料，删除内容包括档案设定、账号、资料夹、应用程式暂存。记忆体空间呢？这小米手机可能那个从旧的手机搬移过来的时候，安装的程式已经很多了，所以那个常常显示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执行其他的程式。进入设定，进入应用程式管理，有没有看到 Messenger 第三个 Messenger 按右下角清除资料，按最下面2行下面那个清除暂存，按清除暂存，按确定，按清除全部资料。你看这样呢，按了清除全部资料的话，会把
应用程式全部都删除掉，应该不是这个，要清除暂存，清除暂存了才可以按了，除非你都不要用那个程式。Messenger 下面这个试试看，没有执行过，也没有暂存资料，所以你看清除资料那个没有办法按的，没有办法按。My video 有没有看到清除资料右下角，然后选项2个选清除暂存，按确定，有没有什么变化啊？播放器按下去，你看清除资料，清除暂存，确定，有没有什么影响？要找那个什么占用记忆体最多的那个Line 呢？抖音呢？脸书Facebook 啊。清除暂存的才可以按哦。清除资料，清除暂存，确定，没有什么变化，这叫黄页的 Yellow Pages。这个处理文件的 WPS Office 处理文件的，这个没有，清除暂存才可以按哦。清除全部资料的不能按了，按了不能看文件了。YouTube 清除资料，清除暂存，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什么变化。清除更新了，这个 YouTube 是 Studio 就工作室，清除全部资料不行哦，还有在工作用，已经到底了。这从什么地方进来的？应用程式卸载，你看，Line 最多了5.29 G， 抖音 TikTok 3.38 G， 脸书 Facebook 1.19 G， 脸书的 Messenger 来剪映就是编辑影片送上抖音的，然后来 WPS Office 文书处理的，手读圣经的，影片播放了，文件检索了，电话了 ，Google Play 商店的，超级摄影机的，按下去会移除哦，不可以哦。退回去按右下角那个三角形。应用程式是移除，去按了应用程式移除。应用程式卸载，从那个设定那边进去找应用程式管理。你看有三个项目，最左边应用程式移除，按下去，你看Line 呢，占用记忆体空间最大了5.29 G， 再来抖音 TikTok 吧，3.38 G， 再来脸书 Facebook 1.19 G， 再来脸书的 Messenger 通讯的传照片、影音、图文370 MB， CapCut
编辑影片送上抖音了，316 MB，然后来文书处理了，来读圣经的，来影片播放，来文件检索，Google Play 商店电话管理 Google Play 商店，超级摄影机，遥控的，智慧遥控的，万能遥控的。能不能操作那个无人机啊 ？More Dictionary 字典，查汉字的字典，那个翻译，语言翻译，刻经线，大师的作品呢，可以学习的很多呢。File Manager 档案管理 ，UT 的 YouTube 啊，就是那个。YouTube 网站 ，YouTube 网络电视台，工作室，影片上传啊，上传后的影片标题啊、说明啊，还有其他的设定呢。因为现在按下去就等于要移除了，不是要做移除，是要。只是要做那个清除暂存，哦，手机用久了都很烫，要关掉了。